完关会中心的库存量平均剩4天到7天，真需要大家来关会。台南安平开台天后宫举办关会活动，特别准备着天后宫建庙337年的纪念邮票，要送予关会民众。 安平开台天后宫伫咧今年度第一场公益活动，选择甲台南关会中心合作，伫咧庙埕举办关会活动。庙方嘛准备天后宫建庙337周年的纪念邮票来送，鼓励民众来这关会。为了响应今年的400天，所以我们就拿出了100张来给我们这一次参加这一次捐血活动的前100个送完为止。第一位排队关会民众，就是安平区文珠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周信安，平常时都关会管事，即摆伫咧网络知影天后宫要举办关会活动，时间一日到就总来关会。我感觉讲抽血发咱身体换新血，更加健康啦，希望以宗教界带动团爱精神为宗旨，鼓励大家同齐参与公益活动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